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你是什么人？说呀！说。我叫谭苗苗。你是共产党？你在中山大学读书时就是赤色分子，后来搞学生运动被开除，去了北平，还继续搞学生运动，再后来你又去了延安，我没说错吧？是，我是去延安了，混不下去了，回来了。你的任务是什么？没有任务，我在家混我爸的饭吃都不可以吗？你是共产党的发报员。你的电台已经被我们查获了。藏在晾衣架里的电线，暗格里的发报机，人赃俱获，你还不说？带进来！说！对不起，他们打得太厉害了，我没办法，我都说了。说。我不认识他。嘴真硬啊！白下了这么好的脸蛋儿。接着打！找我什么事啊？我那个不省心的弟弟，是不是去找过你了？说你的事。你胃不好，喝碗暖的。要都像你这样，知冷暖懂分寸，我的工作就更好开展了。我会尽力做到。我那个弟弟，我也努力让他做到。还有什么人你希望他做到的，我也可以帮忙。你现在这么乖啊，我都想摸摸你的头了。哎，你给我叫两声听听。你真想听？我还真能叫。在古代，这鸡鸣狗盗之辈也是有作用的嘛。你的事没得商量，这件事情跟共产党有关系，我帮不了你。是要给日本人一个交代吗？我职责所在。凭邝局长这一席话，我就得敬你一杯。你说过你不是汉奸，你回来是因为这里是你的广州。豪气云天，听得我陈某是振聋发聩。你还少拿话激我。我说的是真心话，我先干为敬。
局长高抬贵手。你不懂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你在替共产党说情。我忘了，你父母就是共产党，你想子承父业？我是诚心诚意的请教邝局长，怎么才能高抬贵手？我最讨厌你这个样子。在你心里边，是不是觉得一切都能拿钱给收买了啊？你是不是觉得这件事情拿钱你就能收买我呀？我和你说句实话吧，我也快没钱了。香港肯定是要封锁一阵子，西药进不来，再有关系也没有用。今天我能拿出来的钱有一半那是三国有喜的，我把这小子给坑了，想拿日本人压我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只要敢拿我这个钱，就等于是坑了日本人的钱，这不也算是抗日行为吗？将来你在重庆说出来，那任谁不得挑个大拇哥，夸一句英雄啊？那个女的不能放，她是共产党。现在不已经是国共合作了吗？信国信共不都是抗日？我不懂政治啊，但中药你也是懂的。君臣佐使，它讲究的就是个配伍啊。我在共产党那儿没退路，我不求他们感激我。那退一万步讲，将来要是真的山穷水尽了，你只有手里有了钱才能走遍天下呀。世界那么大，你可以去南洋、伦敦、旧金山，只要到了有唐人街的地方，做个富家翁不好吗？4天之后，谭石头来领人。谢邝局长恩典。谢。钱呢？钱今天晚上我就会送到府上，其他的股权折现还得需要几天，反正4天后交钱交人。狐狸，看好你那个弟弟，别让他出来再惹事了。遵命。就为这广州的美食，我回来也值了。我回来是保护美好的东西，也包括你。冬瓜中放水灯了，芥兰应该连夜用糖酒炒。先炒后炒是香港厨师的做法，好看不好吃。跟你父亲学的吧？原来呢，我也是看着他的食评，才去找东西吃。后来发现，他是收了钱才替人写稿子，靠不住。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。普通老百姓不会用电台。一个有良知的普通老百姓。面对日寇侵略，我做点有良知的事情，我何罪之有？抗日无罪。不久前我也是抗日队伍的一份子。如果你只是抗日，我不会为难你。日本人惹了英国人和美国人，早晚会被赶出去。那个时候，这个国家需要人才来建设。我之所以到现在都不杀你，是对你起了惜才之心。
把你知道所有的事情告诉我，我保证你前程似锦。我饿了。会吃。会用这种法子自杀，你就不是普通老百姓。你还真是个人才。看来我得找个人劝劝你了。匡局，什么来到？爸爸，苗苗，苗苗，苗苗，你没事吧？跟我爸爸没关系，放他走。可以，把密码本交出来。我不知道什么密码本。天天守着电报机，不知道密码本。唐老板，哎，好好劝劝你闺女，让她把东西交出来，你们都可以回家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孩子，不用对不起，爸爸知道，爸爸知道你们的生意很重要。如果你爸爸因为你而死，你的生意还重要吗？中国人要讲孝道。苗苗，别听他的，他不敢。爸爸不怕，爸爸吃过最好吃的东西，说过最硬气的话，爸爸还有一个最好的女儿，所以。闹革命不是闹着玩儿，真会出人命。
这份手写的菜单，就是密码本吧？你的小情人是共产党的发报员，这件事情已经是确定无疑了。至于你，我现在拿不准。咱们两个相识一场，到时候别怪我没给你机会，你要跟我说实话。这样吧，只要把密码本交给我，我放你们两个离开。我要钱的。哎，想吃你做的菜，要好吃，要有历史感，要有新意，还要纯粹。为什么我每次洗了衣服，你都会缝一颗新扣子上去？万一
那天我不幸被捕的时候，我可以不用那么难受。我累了，照顾好你自己。由于证据不足，加上陈山河的营救，陈伟被暂时释放。
你非要到这儿来，我也拦不住。你长大了，但是眼下这时局，其实你到了哪儿都一样。我只劝你一句话：别常添麻烦的戏。养活一个戏班子已经不容易了。放心吧，哥。行，我放心。不走了啊。嗯。此次破获中共电台，剿灭匪首孙雨婷等7人，是我警察局近年戮力剿共之成效，并且感化落网人员1名，当场予以释放。蔡汉民遇刺，凶手跑了。这么多人跟着没抓住啊？太突然，一枪狙死他。是陈伟吧？真没看清。邝局，为什么怀疑他呀？这个案子最大的嫌疑人就是陈伟。他刚从香港回来，中共的电台就恢复了，他又和那个电报员谭淼淼住在一起，还突然间有了身手。10几个人设伏抓捕他1个人，我怀疑他在香港的这几个月，他受到了严格的训练。那咱不该放他出来啊！谭淼淼的嘴都撬不开，何况是受过严格训练的人。接下来怎么办？派明暗2班人跟着他。是。山河，你营救出来的医师和药师组织上了。给予了肯定，但是你收了那么多的药方，你不生产药，恐怕会引起三国有喜的怀疑。如果我们南路药房来生产的话，一是人手不够，二来呢，恐怕会暴露。我倒是觉得，你应该扩大生产，把那些人都收到你的名下。哎。这个办法好啊，既保住了工厂和药铺，又保住了药工，对，而且还有提成拿，还不能少拿，也好，有钱赚，三国有喜就不会怀疑。你说的对，不过我还有一事，我们发现广州出现了瘟疫，各医馆、各大医院都束手无策。第一个病人呢是从香港回来的，到家后就发病了，结果呢就死在医院里。紧接着家人、亲戚朋友都相继发病了，有的死了，有的还在抢救。这么严重？是啊，但伪政府什么都不做。伪政府竭力在掩盖真相，封锁消息，暗地里也用了很多抗毒解毒的方子，可是不起作用啊。那我们能做什么呢？我们发现难民营啊，有很多日本防疫给水部队的军医，上级怀疑啊，他们是在搞细菌试验。现在啊，想通过你跟三国有喜的关系，进到里面去查一查。防疫给水部把谭石头收了，做检疫所。香港回来的难民先得在这儿检疫，城里抓的不顺眼的也关在这儿。看看吧，来吧，抽烟啊，药都在这儿了，清点去，没啥事儿的话就赶紧给钱吧。
比较易碎啊，都慢点啊。哎，干什么？把枪都放下，这自己人啊！怎么回事啊？吓嗓子眼呢？我琢磨着，这不是难民吗？啊，怎么没见着难民？看他们干啥呀？啊，要个用上就完了呗。咱们来都来了，我想着能不能再捞几个赚钱的人。太捞！你之前要那些人，我不都给你放了吗？我看那上面有岗哨，应该在那里呢。你带我去看看。你好奇心那么重。这看见了吧？啊，靠这口，这血子呼啦的，你说说。这有啥想法啊？说说吧。咱们蜜蜂是拿来不少，可是单靠一家工厂生产不过来，咱没有那么多人手，也不能那么说，人是有，招不来呀，也指望不上你那些日本同行。看着这钱你赚不着，你心里头着急不是吗？我就想着呀，能不能捞出那几个老板，让他们恢复生产，这样的话，咱们一举多得。啥意思？还得往外捞？咱们招不着人，他们有人呢。你让他们恢复生产啊，咱们提成就完了呗。不是，那人家又不傻，你这空手套白狼的事儿，你提成高了，人家也不能干；提成少了，咱咋立威呀？你就告诉我，你想要多少提成8个。20，我看你才傻呢，这就不少，至少这个数。这行吗？我来谈。小老板，30。你们说的陈山河到底什么意思呀？秘方他拿走了，按理说南路药房也有能力生产。可是我们工厂留下了，药铺留下了，药工也留下了，只拿30%的提成。你们说这陈山河到底是不是汉奸呀？如果不是陈山河，真的很难活得下来。陈山河如果是汉奸，自有天谴。啊，就在那边。先生是想用30年的陈皮入菜，30年陈皮，我自己带。接到上级命令，我没有想到是你，我也没有想到枪后是你。收了。上级有什么指示？上级接到情报，判断有日军在研制细菌。派我们来寻机销毁。需要我做什么？我们先要混进谭石头难民检疫所。我来想办法。好。早く降りろ！急げ！おい！急げ！别说话，小心点啊！行け！早く行け！急げ！閉めろ！
大伙都过来，都过来，哎，都过来。大家不用太担心，他们并没有当场抓到我们唱抗战戏，所以才会把我们带到这里来。这里是收容香港难民的检疫所，所以我们一定还能再出去的。但是我听说这里非常容易生病，生病了就会被带走，而带走了就再也回不来了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是啊，要自救，把大家带来的药都搜集起来，统一发放。另外，绝对不能喝生水。这是最近5天监视陈薇的记录。昨天陈卫走出后厨，到前厅见了一位客人。这个客人是谁啊？陈卫是什么原因去见他？都没有记录。这种记录有什么用啊？我的错，我们一定改进。马上去查，查这个人到底是谁。邝局，这人有问题啊！陈卫不会轻易从后厨走到前厅去见什么客人。这个人自负、冷傲，不会在乎客人对他饭菜的评价。这个客人有问题。啥子洗脑呀？哪个洗脑？喂，你说给。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炸掉细菌库。这些手雷是我们的同志冒着风险送进来的，一定要完成我们的使命，万不得已牺牲我们自己，也要完成组织交付的任务。有什么事儿不能在宪兵队说吗？我带您去看一场戏。人到齐了。这个粥的温度也合适了，趁热喝。金政委，我记得当年我就跟你说过，一定要请你尝一尝广州最正宗的艇仔粥。我跟你讲啊，这家的粥最正宗。你怎么知道我来了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来了。我说过，广州是我的广州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金政委，不管怎么说，咱们2个人在一个战壕里战斗过，算是有一分兄弟情。今天我诚心的邀请你来跟着我干，我给你一个副局长。没错，金师哥，弃暗投明，善莫大焉。说得好极了，
弃暗投明。美国人已经开始轰炸了，昨天炸了天河机场，美国人的炸弹比日本人的要大，哎，就那个弹坑有半个球场那么大。这个我知道。美国人的武器比日本人的厉害，日本人长不了。